書分享會 Pharmacist Connect 藥劑連線出新書。我哋常認為有病就該吃藥醫治，但係我哋真係識得吃藥咩？唔吃、多吃、少吃、亂吃藥物，亦都可能對身體帶嚟極大影響。究竟點樣先至可以培養出食藥嘅智慧？食藥的智慧中有50道由藥劑師破解嘅藥物謬誤，從藥物科學、藥物監管到藥劑師嘅職能。由常見疾病赴長期病患嘅服藥要項，為你全方位拆解藥物真相。新書分享會內容：日常生活總會有啲小病小痛，要服用藥物治療，或者係屋企有慢性病患需要接觸藥物，但大家係咪真係識得點樣用藥？乜嘢係空腹、飯前同埋飯後服藥？一日服藥3次，即係要相隔幾耐？註冊藥劑師喺活動中將為讀者解答種種用藥疑難。Pharmacist Connect 藥劑連線由一群年輕嘅藥劑師創立，成立嘅目的係： 1. 增強市民大眾對健康與藥物嘅認知； 2. 促進藥劑業界同跨界別嘅聯繫，嚟提升對病人嘅服務； 3. 透過研究同可靠數據，充分發揮藥劑師喺社會嘅角色； 4. 促進年輕藥劑師發展業界未來。